哎，迄真紧哦，上个老店输起来。那间店啊，对提哥多两下都可以做主的，来唐伢的。老妈穷用啦，是我都奖励起哦，你信啦？我生死就底下点红做事，为到做得照顾家庭，唔托高中，托高职，为到结婚书没冇托嘅，一直做到紧呢。帮老外讲，用嘅章有答对。哇，刚刚大家看到嘅一段短片哦，就是清醒爱播出的电视剧，到安雅米讲，这个片段方面啊，有知道看起来真根本人当上爱看幕。其实初本人係講大家有看復起來咧，可能未對啊劇情大概嘅有啲嘅了解。啊，唔過根本嘅節目當中哦，為到愛同大家來分享很多有關啊安雅米講嘅內容啊，韓國故事，韓國啊有請到3位啊親講嘅什麼演員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加到佢做戲嘅時節啦，韓國做戲嘅心情係乜嘅，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我們的女神哦，易容記，韓國爆花蔡宣燕，韓國將楊富江分享。大家好，依群好，我係易容，我用來咧，也擺喺呢度啱啱咪講來同大家打嘴鼓。大家好，我係蔡宣燕爆花 We Are So 暗獎。大家好，我是杨富江，然后在这部戏是纯颖。对，分享3位講師阿妹來到節目當中，分享一道大家看到也劇情啊，可能會知道，用同藝術師嘅易容冇乜嘅共用，我自家看的世界有一些最近啲電視檔個最近有播出來片段，其實有看到易容姐有一些咧冇共用嘅表現，其實也部戲愛同大家來分享當中，同一個家庭。韓國同當多人心感度嘅故事，我來講出來。嗰時候請易容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啱啱咪講，也出戲劇愛同大家來講嘛嘅。一出戲就係從頭到大家有看到嘅預告嘛，嗬。第二第一方面就係睇錄嘅頭年，也錄係一間頭年店嘅故事，頭年店嘅業務員，就用生活來講親情。韓國講其實有自我認同同成長，每個人有冇佢樣嘅路程，就係讀到路下有嗰度發生嗰度事情嗰度問題，也到人呢用嚟去發現自家嘅那一面，因為進步面對目標嘅未來。其實當到像安樣嘅家庭嘅戲劇當中，會看到當到就像七家五卡會發生嘅事情，七家五卡自己家庭裡面會有的這些關係，不管是好嘅也係講壞嘅，你都有可能都喺度尋到一啲啲嘅共鳴。古時候也部戲就會同大家來分享一啲五卡啲都細細嘅溫暖、細細嘅故事啊！唔單像剛剛大家有看到這個一些劇照吼，唔單像今日來到現場嘅3位什麼演員哦，其實還有非常多實力非常堅強的大咖演員，沒有來參加亞洲戲劇。我們請爆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還有很厲害的，我們的男主角是梁修身，梁爸爸，對。然後呢，很特別的是呢，他現實生活中的兒子梁振群，這一次呢，他們是飾演同一個角色，就是爸爸來耶，年輕版的跟老年版的是同一個角色，然後是由父子演出，這很酷哎，一般很難找到這樣子可以一套的演員吧？對，所以應該會非常非常精彩。然後接下來還有那個朱露豪，我們的朱老師美猴王，然後他在裡面是飾演一個等於應該是整出戲的開心果然後是一個才子。對我們來說，什麼都會，會咖啡啊，會什麼的，型男，對，超男。然後呢，我們的演我跟易容姐媽媽的是阿喜林玉萍。哇，這很少看到她演這樣子的角色。對，她這次角色突破也非常非常大，然後還有一些生病啊、情緒很重的畫面。對，就是那時候看預告片的時候，我們也是看的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本去感动到的，被感动到的感觉。但你有遇到妈妈吗？我完全没遇到。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一场戏是交叠，我们会演同一个台词跟动作，有那个时空，对但我完全没有遇到妈妈。哦，因为没有对到戏。我是年轻版的我遇到妈妈。对，中马该不会按嘞，就是因为压岁一个演懂懂啊，因为时空非常的长，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吧，差不多30-40年。赏析生年。对，按从个时间先底度，你不能找一个演员演吧，要从小演到大。他可以啦，我不行，他不能演20岁啦，他可以。他的角色他真的从小演到大。春如都没有变，都同一个人演的。春如是江江是委屈他了，他那么年轻要演到40岁，真的。那我是不能往下演啦，他可以往上演，我也是不能往下演啦。对，因为江江真给懂合场，当25岁、25岁而已，对不对？对，我25岁。然后演那个小孩已经念高中、大学17、18岁，对，17、18岁。而且我在戏里面还叫他大嫂，委屈他了，觉得叫人心虚。对，因为春如易容演的是丽姨嘛，丽妮胎记，然后立新小妹嘛，对不对？爆花演小妹，然后春如是演中间弟弟的老婆，我的哥哥老二的老婆。对，然后我们演我们哥哥弟弟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福地佑介，西藏斯董南通啊，日本人啊，他很厉害，他就是语言天才，然后又要学客语，然后他英文本身也非常好，对，然后还有一个也很特别的地方，演福地佑介，就是这个角色年轻版的，是我们的郑迪吴郑迪。所以他们演同一个角色，也是小时候某 Q 用给演技就请某 Q 用给演来做，对。然后还有那个方大伟，他其实是演我们朱露豪老师的年轻版，对。其实他们某些角度真的长得蛮像，真的，对，有些神韵真的蛮像的。然后还有像罗洪正啊，其实是周矮个前夫，对，他的爱人。对，所以其实集结了非常多很厉害的大咖，向下來做出戲，然後演量有動到，唔但唱演基本嘅小嘅也都其實係有動到。故說基本嘅 TP 有唱到三尾推表來哈，就是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的七家角色嘅故事。畢竟講，我們就先從江江來跟大家分享好了。春如這個角色。春如這個角色，第一出戲出來看到嘅片段來講，我覺得她很小，春如就是一個小女人的感覺。你自己覺得春如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春如，我覺得其實她就是在台灣這邊讀書嘛，然後就是在後來就認識了她的老公，然後兩個人談戀愛，然後就有了就是結婚生孩子之類的。其實她不是小女孩，我覺得她是可以視為她是一個。就是她也有她自己的個性，她也有她自己的看法，對，只是也許在某一個片段會看起來她是小女孩，只是她想要去，她會去讓這個氣氛不會這麼難看。她是體貼的女孩子，她是體貼的女孩子，然後所以有時候她跟她老公只是一個蠻熱情的一個人，對，然後就是看得出來他們是互補的。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回到老公的家，然后就帮忙这个家里，对，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嘛，所以他也是出来外面，也是在录音室这边工作，这样。有七家嘅广播节目的感觉，对，所以其实你看春如七家来讲，就是同来看到跟春如是不一样的春如。我看到的春如是本丽妮 update 的春如，没有，我可能刚好看到那个片段啦，因为其实丽姨跟春如蛮多一斗也都有互动的片段，对，因为在早餐店的时候，他就是 Q 他周谁嘛，对不对？因为太极就会感觉是一家之主嘛，长姐如母，因为爸爸就有18设置啊，古时候如果感觉讲也见点的团也给不卡，俺就爱做主。
鼓手他爸就会指使春如，走马给，恩用对，所以丽仪就是易容姐觉得丽仪很用扮演伊个角色，伊如几多家庭就有诶，伊爱抓足到所有的东西嘛，爱控制鼓手就控制狂啊，如果控制狂，可能几多年妈妈阿婆，可能就会按用的情形。默默的举手。我妈妈，跟妈妈没看到。没有啊，他是一个很坚强的角色，懂坚强，就会爱坚强，爱挡啊，某些事情就会开下来嘛。啊，有的事情就算唔咩去改，没爱全部懒，全部开下来做安用，鼓手按你一人，你就会啰嗦啊，弄啊，对于不卡人嘅愛關心，韓國手裡總可係用囉嗦、弄來表達。因為唔會跟着嘛，而跟着你就不會有軟下來，從純以安呢溫柔嘅功法，唔咩，他沒有辦法讓自己示弱。鼓手就我等你鬧啊。好，鼓手有可能大家一開始看到亞出戲劇嘅李儀就易容姐做嘅角色，可能會知道有些是等你鬧啊，唔過下係會冇強用哦。先休息一下，還有動動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哦。阿爸阿婆的身體係唔係有乜嘅問題啊？真實嘅相片來，談講失智症的人，想記得頭嗰個事情。阿生，唔該知道愛同定嘅腦麼？唔會。唔安上啊！愛咪都唔對，當日做到辦事，結果咪殺到我，我係你工作人。過來。行兄唔會知道係愛害到媽媽嘅。哦，知道安陽心肝頭全部就腳定強勇，好像被捏住了心臟的感覺。你剛剛看到嘅底下陽台嘅小阿妹耶，就是立新。對，立新剛剛看到嘅片段，你是不是也有點眼眶泛淚？就有點想哭。做嘛有建安的預告哦，填導預告。這真的，他是真的很深刻，而且就是立新你演的那個畫面，那是小時候的你經歷過這樣子的事情，然後張威如壓哈中間後面立新的這些事件發生跟改變，立新同太搞的福音用一下，需要把衛生紙拿出來了，同太搞的福音用一下，所以啊，立新他這一個角色，他很用版內的角色，他對我來說就是。如果從外面的世界或是外人角度看他的話，會覺得說他是最小的孩子，好像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對。但其實我自己的心事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不太會跟哥哥姐姐分享的，因為我們相差有10歲。然後我是爸爸媽媽很中年的時候才生下來的一個孩子。我一生下來，我的媽媽就還沒生下來之前，在懷我的時候，她就。癌症就復發了，所以我生下來的時候跟媽媽相處的狀況是很糟糕的，就是我在她身上可能沒有得到什麼母愛，我是一直看着媽媽承受很多病痛長大的，所以媽媽對我會有很多的不耐煩，甚至像剛剛的預告片裡面的，她拉着我想要我跟她一起跳樓，一起結束她覺得很痛苦的一生，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於立新這個角色來說，創傷是非常大的，因為我會在很小的時候就覺得，原來我不被這個世界祝福，
但是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还是得面对外面所有的人事物，所以我会很习惯的把自己的感受封闭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想逃离这个家，妈妈过世了，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所以我所有的叛逆期都发生在跟大姐的冲突上面。所以我不想要听她讲话，我只想离开这个家，所以我就用学习的方式当做借口，我就逃到国外了。我等于是家里所有的大小事我都不管，一直到 OK 某一天我回来了，才发现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回来之后，面对了家里所有的冲突跟转变，哥哥过世，爸爸的失智，其实才是徐立新真正长大的开始。对我来说是这样，他是一个一直在找寻存在的意义跟生命认同的一个人。同样的情形，看到伊个家庭发生安泰嘅伊个变化，对乌卡迪度嘅所有人都会有影响。对于你是系安样，对于你人喊卡系安尼，对不对？对利益来说，然后你人就系老大，其实无论睇乌卡嘅排行系嘛嘅，你都会有一种呀，又唔免爱闲呢。好，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排行。也唔免爱闲呢，爱唔想要做青苔的，唔过爱就会青苔的呀。那你遇到你拄到的，你就会开下来。嘿，故说伊对老太哦，做得按关心、按阴心啊，老妹妹按阴心，想要做嘛嘅就做嘛嘅。其实就会有一种一定会嫉妒冤呐，一定会埋怨，就爱做嘛我系青苔的，爱做嘛要做也按多事情，爱唔想做也得。俺想要吃有吃菜嘅做俺想要做的事情，唔过就会冇法度。可是那个冇法度，某种长途系环境本呢，唔过咩因为环境安尼嘅，也会限制你去噶。故说嘅如像爆发讲诶，卢卡多按多事情，伊能开始成长。嘅成长如系讲引情讲诶，多多安尼事情啊，还会继续按用讲哈，系啊还有嘛嘅可能冇。系个可能性就系唔发生动态变化的时间，那会有嘅。希望如安尼一路下来嘛，也可能都系应开挑战点。系，不过也挑战点到背面的时间有一些改变，有一些冇偏用的地方。啊，假如系也群人，伊能每个人都到也得变故的时间，伊能经过的嘛嘅，故说世界有一些冇偏用的可能性啊。我说虽然有动，从的情绪都压起较低度，啊，不过还有爱同大家来分享，经过一条事情，大家就会有同自家人生佛解，也系讲同自家嘅内心讲法，同自家内心交流的那种的感受，按用一滴滴咧嘅温暖。啊，好严肃哦！我们来转换一下话题好了。其实也有请到大家来做安尼客家天使客嘅戏剧，其实都冇简单，伊用自己本身就会客家人，啊这边做的按到嘅戏剧，自家来做也出去，大家可能会知道，伊用自可能是挺简单的。啊，不过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为了这个配合大家嘅腔调，伊无看人大家腔调的腔用啊，其实易容姐特别厉害，客家话没有做下调整，聪明。因为俺迄个个跳主底不会为一的人铺面，因为俺的呢语言指导、语言指头、顺港屯、闽音，伊能就会讲白西烟，俺就讲唱俺一定人讲南西烟，怪怪的，怪。可是俺就想讲俺英国还会讲白西烟，不过你睇做戏的时间，他把个情绪一上来，你就会。讲起个母语啊，嘿，我就会有几摆哦，给米一路单弄二几堂嘛，啊，给创作系讲这人头都变人扑你嘞，又讲那张诗，伊讲东都诗，完全唔记得，这个做都唔记得，太投入了，尤其鱼尾。很容易忽略，就北西烟和南西烟呢，鱼尾常常不一样嘛。马给哈，马给嘿。到后来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我会硬拉着民音讲，跟马给是能有讲吗？有啦，跟马给能有讲吗？有啦，他就反而觉得，哎，等时候我会跟我讲，哎呀，还没枪党不讲。哦，后来一直怀疑自己，这个对我也有影响。哎呀，他放配音的时间会跑出北部的。
字。哇，完蛋，我会错乱了。生气，我会想说我要变回南部人。不过对艺能很够难啊，他们是从零学，很厉害。你像江江，你台粤混血对不对？是。同泰搞来分享一下，这个其实要转换这样子的口音，然后后西怕嘎发学客家话，有没有觉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难哦。有没有觉得你学最难的一个字？像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头拿的头啊，还是什么矮啊这种字不好发。应该是说我们越南的人其实很难去发一声的音跟四声的音，跟有气跟没气。哦，对。然后有时候就是，所以小朱老师、明老师他会说，有时候他会调我的语病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是一声哦，这个是四声哦，啊，这个有气哦，这个没气哦。有气没气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像中文的鸡、七、西的这一种，对，鸡跟七我会分不清楚啊。有时候我会说啊，一丝就四的话，我会丝，对之类的，就很容易去混淆，我会没办法去抓住那个字这样。对，所以是苦练，就是一直听老师的课语，然后一直背。对，然后有一个字是那个偏瘦，对，偏瘦讲得很好啊。但我一拍的时候就边瘦还是边瘦，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对，他会变 pencil 或是各种音，然后都常常好几次都没有讲到对的。好严格哦，客家天师团有冇按严格啊？我驚到好客家話，我好多按準，咬是會咬到清章，所以其實真的很不容易，對不對？爆花呢？爆花在學客語的時候，我那时候一開始覺得哇，我真的好痛苦啊，而且我自己最擔心的是，因為以前自己看客台的戲的時候，因為也是很多演員是從零開始學嘛，但是你在看他們演戲的時候，有一些片段會讓你覺得說他們在講的台詞跟他們的情緒是分開的，沒有在一起。那當我是觀眾的時候，我在看那些片段的時候，我是會出戲的，所以我這次接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就一直很提醒自己說，我希望我不要出現這樣的狀況，所以我會跟台詞基本上就是從中文要先背起來，然後再背客語，然後背完之後呢，你要再順第三次，就是哪邊可以改得比較口語，哪邊是重音，哪邊是重點，要把它弄得很生活化。然後我希望它可以在我講話的時候，我希望它是可以從身體自然的出來的一種語言，對。然後我覺得像小朱老師，我們的客語指導也幫助我們很多。我會跟他說，我希望是很生活的，有沒有俚語，或者是更口語的方式，更讓我更接近客家生活的表現，這樣。然後有一個地方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有一場是我剛睡醒出來，因為一大早那種4、5點豆漿店要開店，然後我的阿壽就在那邊幫我倒水要給我喝，就是我對阿壽來說還是一個。她可能也半個女兒吧，有點這種感覺。對，因為我就是很不會做家事，然後我就出來，我就還在困，我就靠着那個衣櫃在那邊還在懵這樣，然後但是懵又不行，我就會自己跟自己講話說起立行。我講了什麼？我說起立行，懂沾，起立行，什麼做得這樣，就是一直跟自己說自己做得到，然後最後就會說。自己跟自己打就會說鏘鏘鏘這樣，哎呀呀，對，就是小朱老師有教我一個，就是他說當3個客家話連在一起的時候，要拉一下，對，然後就是宇宙世界無敵怎麼樣，就是我超級宇宙無敵厲害，我就那時候他一跟我講這個，我就說好，我要用。所以真正動用心嘅，大家都為到愛表現到，唔單唱喺表演當中，也有客家方面愛動用心，都要咬絲，還個獻上當個。故事還有當中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
好，非常大家有真的福氣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個電視台就會來播出嘅呀戲劇，按到暗夜迷宮，係呀到呀4月14號、14號拜一到拜四，按半夜10點來播出。4月12。對不起，我剛剛說什麼？10月12號拜一到拜四哈，哦，有4日咯，一禮拜再看4日。按半頭10點，大家聽咗我來準時收看。今日節目後邀請到3位新聞演員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稍後來就係請經典，大家請期待嘅油花夾夾講。俺冇期待哦。啊，真的，沒有觀眾很期待，觀眾很期待，所以就是要趕快回答哦。我們就照着這個順序哈，問完問題就是一個一個。對，易容爆花漿這樣子照這個順序。第一題，簡單的啦，去豆漿店必點什麼？台式豆漿。義勇。好，義勇啊，義勇滷配板。滷配板。哪個好吃滷配板？是各種的滷配板都可以嗎？還是一定要客家的滷配板？各種都吃就好，只要是滷配板就做的。哦，好過。那爆花豆漿店必點，那個叫什麼？韭菜盒。韭菜盒子。哎，哦，但好像不是每一家都有，對不對？好像有一些，好像現在大部分都有。永和豆我都去永和。好，豆漿店有這個韭菜盒子。好，那我想問江江呢？去豆漿店最喜歡什麼？蛋餅吧。蛋餅，你喜歡吃豆漿店的蛋餅？我喜歡各種店的蛋餅，好，所有蛋餅都喜歡。對，其實我測雅普希卡同泰家來分享等等，這個我們所謂的台式早餐，因為有的有可能泰家經營東西有食到，畢竟現在早餐選擇太多樣了，所以泰家可能東西會吃到這樣子的台式早餐啊，尤其係像這樣子的豆漿系列啊，然後裡面都希卡里度亞的演員也很認真的去學習了這些傳統的這些食物嘛，對不對？我們要自家來做，古時候希望大家有一些的我唔記得台式早餐的味道，你就喊卡聽出我來看這個暗夜迷宮哦。好，接下來聽一題，來問一下啲拍戲嘅期間 NG 最多的是哪一場戲？好像不帶 NG，真的假的？你們都這麼有實力？哦，懂不 NG 就係技術性，比如我們講到草絲衛生裙拿下來，接到周圍紅，結果因溜走，就不聯繫，好像很多都是這種，就係物品沒有配合好，因為大家都很厲害，大家都真的台詞都背得很齊全才會到現場。真的假的？所以沒有那種一直 NG 的笑場，可能舒漢有吧。這是你兒子吧？來耶！哦，對哦，舒漢會睇休息的時間，因公撂手法啊，然後台詞有時候他就會卡住，台詞反而記不起來就是了。好吧，這題好無聊，竟然沒有問到什麼有趣的事情。那接下來問一下，生薑、熟薑、鹹豆漿，喜歡哪一種？我鹹豆漿。你是不是忘記生薑跟熟薑是什麼了？都是豆漿啊。而且豆漿店點不到生薑、熟薑，有很少吧？有個粗否藍咩，它就是熟薑。就是挑嫩店剛有本冇啦，挑嫩店本都是你要去不同家，它是用不同的做法。對，唔過嗰時有食到，係啊，只要好食就好，唔可以貴生薑呀熟薑呢。但其實 Vito 要出去也沒懂辛苦去花了心思去學習，花了時間去學習，還有美食指導這個職位嘛，對不對？其實這過程應該也蠻辛苦的吧。因為易容，我知道易容是不會煮飯的。不過其實泡嘅時間，我哋設計要做嘅沒唔多。但是個感覺很厲害吧？不過設計氣勢要出來，場景不多哎，實際要做的場景其實沒有很多。他做的應該最多。以青斗，可是卡住，其實大部分的煎台都是面壁的，所以不太可能拍太多，因為很難拍到演員。嗰種設計周其實。
勾手啦，春如勾斗，对，很多在煎的。对，阿朱老师可能做烧饼，比较多，对我会负责吃。哎，跟我拎你，我讲你去做嘛给，你做嘛给，所以总做耶。哦，所以总做一听听就错哎，诶。要数钱啊。古少人看哦，三妹人都无用嘅性格，做无用嘅故事，啊分享无用嘅故事。啊，不过其实做起有动到神奇嘅事情，比如讲，俺就伫江东家本呀，欺负人、潮湿的时节、熊吵的时节，你常常被许家人吓到，对不对？哦，每一场他们吵架的时候应该都会，每一场吗？然后每一场的每一颗镜头的每一个 take 都会，因为他们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一定要拍东西吗？越南人吵架不拍东西的，怎么吵？太温柔了。没有啦，可是徐家，我觉得这也是徐家的，就是对的一个点，比较火爆，尤其是我们两个。对，就是很直接，就是也许是因为大家的感情都很深，然后都很投入，然后怎么样，所以他们一拍，他们就真的很大力的拍，然后就是所有的道具也许都会出声音的这一种，然后就拍咔，然后因为我对声音就很敏感，然后有时候几场戏就是因为我背对他们的，然后都不知道他们的动作接下来是怎么样，然后锵，你看没有看到，这是最强实力派，用背演戏，而且都很大，动作很大，很抢戏，抖一下，真的会抖一下，就丢一下，然后再丢一下，就每一场，然后一整个下午，因为也许他们要花一丢丢时间去拍这一场嘛，那我那1小时我都一直抖，对，一直在抖，被电击。你们有发现江江一直被吓到吗？没有，他背对我们，表示我们也背对他。哦，就某看到。没有发现你们意外的波及到别人，你看那专心在吵死，我们都很认真在互吵，我们只要见面的场次就会吵架，吵到很后面才稍微有点和解，对不对？对，哇。火爆的2个人咯。故事你看呀，伊布卡尼嘅故事有同到欢喜嘅、无欢喜嘅、温暖嘅，啊，唔过就会爱同大家来分享呀。布卡尼就会笨蛋就会按美啊，故事而唱3妹演用一句话来推荐安亚米公。啊，唱一句话哦。好啦，你要2句话也可以啦。你看先前不你温度的时间啊，就讲后来我发现客家新闻差不多建州一个。就讲阿咪阿咪讲呢，从头呢按牛，哈，从手边按手，从罗佩板按羊按 Q 按呢。哇，按后生。那包花呢？1句话推荐暗夜微光。2句话。好，这部戏我觉得对于观看的观众来说，它是既温暖，但是在某些时刻又非常残忍的。但是那个残忍，就是每个人长大的契机。然后那个瞬间，每个人长大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是非常动人的，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戏。超江江，就是我想说，这部戏其实也可以去切换到，其实越南人在台湾的某一个其他的层面，那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其实我们就是台湾还是越南，我们都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像我们对隔阂也有对，然后一些就是会打破大家对于越南人在台湾的观点，对，然后就是它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然后又有一个就是有爱有难过有生气，对，各个情绪低落起伏都有，蛮值得看的一部片。今日什么3妹演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易容，谢谢爆花，谢谢江江，什么谢谢。古早大家4月12號也拜一到拜4晏晡呀10點，大家聽錯我來準時收看哦。什麼睇嘅收看休息一下，停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簽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啊，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